刘思恩仍站在门廊，丈夫江远平开着白色工程车，已经冲进街角的枫树浓荫。一丝寒意从心口升起，顺着血管爬到指尖。他推门进屋，极轻的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断开。他低头一看，门把手上那根红绳，香港黄大仙庙求来的平安符已断。新绳鲜红，打结时却显出一丝别扭。阳光还在，琴声还在，可他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断了，再也接不回去了。